也那秘鲁的总统顶日在走行程的时，互一个负责人雄雄冲出来甲扭杀。即马负责维安的警察首长因为失职，互换掉啊。 伫画面内面穿白色衫的秘鲁总统迪纳博鲁阿尔特，原本是笑笑在参加活动，身躯边煞忽然间冲出一个负责人，正大力去揪总统胸口的衫，引起现场一阵乱。虽然边仔维安的军警是随甲伊扭掉的，但是伊的手并无放，一直甲总统揪咧10几秒了后，才互维安人员带走。 这日惊险的画面是发生伫20，迄讲迪纳博鲁阿尔特是到安第斯山的南部，要拜访当地的民众，无想到煞互人来乱。虽然镜头头前敢若看到一个负责人动手在揪，不过外国媒体报道，攻击总统的查某人其实有2个，其中一个讲因翁伫一档外前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幸死亡，总统必须要负责。虽然这2个人事后并无被拘留，不过负责维安的警察首长因为严重疏失，拜一直互换掉。61岁的迪纳博鲁阿尔特本底是前总统卡斯蒂约的副手，卡斯蒂约伫2022年因为和国会袂合，拍算要非法甲国会关起来，结果被驱逐，而且被抓起来。迪纳博鲁阿尔特刷落来接伊的位，所以引起卡斯蒂约支持者的不满，爆发大规模的抗争。若尾因为警方强烈镇压，有几十个人不幸死亡。año de la masacre de este gobierno dictador y genocida de Dina Boluarte. Salimos en apoyo a nuestros hermanos de Puno, a darle nuestro apoyo y pedimos justicia, que de una vez metan a la cárcel a todos los que han asesinado a nuestros hermanos de Puno y en especial que pedimos que Dina asesina ya vaya a la cárcel, ya sea juzgada, ya porque ella tiene la culpa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en nuestro país. 迪纳博鲁阿鲁特目前面对宪法的申诉和调查，伊方指控讲种族灭绝、杀人和严重伤害，但是对这个控诉，伊本人是拢总赔清。公司新闻7万200亿。